很帅。这颗吼是伊的真命天子。歹势呢，拄则互你看到一张比较啊。刘勋啊，结婚了后，你就跋过来甲阮斗阵大，吼。我知哦，结婚是种尴尬，我即摆还未结婚。嫌啊，什代志，我拢袂当决定。哟，你还未死哦？柯庆焕，你拄则是咧创啥？我甲伊是好好分手的呢。你甲尤大雄拢猜偌久啊？啊，伊的物件还搁咧藏伫恁兜，你无感觉你真变态？啊，你这个圣诞节敢有啥物安排？家应该有约哦。恁有约啊？阮看起来遮尔无行情啊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